比较不用在意。但是还没有在吃，咱各位假掰啦，哈，1公斤的甜瓜含有它的胆固醇高达400毫克以上，就超过呢。胆固醇还有我们的烤肉，在熏烤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乳苯，不是乳苯加酸嘛，是乳苯，这个苯就是有害的有害物质，是诱发癌症的什么？这2个字是诱因子哦。我们烤肉那个熏烤当中，所以有的人很喜欢吃那个素，那个烤肉有没有？他们也是开智慧，给他们鼓励一下，很简单，好，没关系。来腌菜，腌菜肉制作不得缓，我们会隐藏自然的硝酸钠。那我们现在做爱讲10年，其实这10年我要变那个意思。我们可以买那个小的挂彩烟嘛，你给它控制，让它软了以后，用那个盐巴撒在上面，给它，然后我们料冰在冰箱里2、3天就可以吃。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乱加那个什么防腐剂，或者是帮助它软化的那个什么硝酸钠来油，因为有讲有这个冰法嘛，它是含铝的无机物哦，如果我们经常食用的我们的这个铝油很难由我们肾脏排出，进而对大脑及神经细胞产生危害，而且它会产生什么老年痴呆症。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有一些那么那年我也是他们都爱给那个皮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用瓷器是最好，不要用那个铝，因为那个铝听说是它是可以造成我们老年痴呆症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来4种食物让